唔系单人都会暗好天，有个时节无阴天，有个时节落雨。生命中有很多无穷用的选择，每一段选择都会带来无穷用的风景，也就会看用乜嘅态度来面对。唔是咋当人，咩唔是太悲观来看无平顺嘅人嘅。笑係人生，叫咩係人生？成番本段就是同复杂嘅，万人都冇办法用一句话讲掉。人生係一段冇办法停下腳步嘅旅程，堅持行落去，那一年發頭，可能會發現頭擺結掉無陰天，咩係得嘅懷念嘅好人嘅。敢會感到辛苦，風霜一路，披上大夜乾電路，永不服輸。茫茫大病會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嘆歲月太匆匆。上camp地板架錯，休息一下別強訴，入頭看千山萬樹，披一下發勇相扶。年一年滅風塵有愛，感謝有你上下天數，不是愛情清楚楚，有言銘刻在心中，不是愛情清楚楚，目光來是路。老神法帶俾人嘅從檸檬嘅心酸，變做從檸檬汽水嘅甘甜。事情难道逆天时共了？是的。到底哪位做唔錯咧？我排泄係愛自家，我冇應該將手唔打我，對天明白，就冇應該，我傷害你。唔當嘅理由，慈悲，这些都太，如果都懂分析，你为咗同好嘅家庭，本定嘅條路，
乃无，那么该做么？不可以无本来支持，市场都门来 V 的，讲到好强调的，那一条故事，其实我唔顶来你做乜解啊？爸爸同讲，你弟已经做个评论，做个保住多年，我就知道你都讲来无效啊！海弟啊，我绝对唔系咁个意思，我冇办法，我就会安尼想啊。你都冇讲过，我讲乜解？我同强即家无下呢摆双腿机会，你讲我同强，你同强去掉，根本就冇才情。哎，我妈。哦，那你帮我记录一下。哦。养黑某吃饭，煮散面的，营养评估咧，该唔念两个问题。是不是饮料啦？整体热量应该很足的，怎么做唔得踢球啊？好，来等下过去看去。立秋有较好无？那时候转来上班啊？那免唔可听，佢那时候转来。李先生，唔好急啊！珊珊，南用知道你告发嘅方式越来越像小白嘞。啊？这唔得一百讲起来。没啦，我们只是有夫妻脸而已啦。对对，夫妻脸啊？谁跟你夫妻脸？要种葱哦，来只叫伊调起来。哇！哦，我该种葱啊！这边俺得到我们个最佳护理人员，医生，俺不要。医生有可以参加比赛。啥讲哦？有了，医生嘅妈妈讲，医生哦真有天分，请鼓励佢。我想佢要花更多嘅时间留佢沟通啊。你早啲放啲嚟。哦，我也有资料，你做得来请来拿。来看你。哦。刚刚在东家，除非营养失衡。你讲嘅有多问题，唔得处理哟，人家送到诺贝个医院，人家不听。起码个演员有安那个想法。什么？真幸福。
我巴肚走起来。没事情，俺们会尽快离开。真的。没事情，好嘞，没事情啊，没事情。你要不要再来？那边都林厉害吗？其實唔當愛玲莉，錯嗎？唔愛佢，其實世界怎麼解要轉來親愛？唔愛佢，怎麼解愛離開？我痴心，我声音，当开始的时节，我想我迄期的爱表老神法，我后来才发现，我总唔得接受太加困难的时节，想我迄林丽的男朋友，我没过得好。嗰時候，唔就離開，也唔係理由。唔夠唔打算，讓玲莉繼續向下。俺也没做唔得靠天来做啲本钱乜解啊！俺唔伫啊，俺真嘅唔伫啊！当初都，俺应该有办法帮你幸福嘅人。用愛面對自己，才有辦法爭取愛陪你。有愛，才會幸福。做得考慮一下，我是要學考嘅魔術，愛問一下啥本無？我自家去看看啊。做得啊。李先生，還有乜嘅事情愛講？阿長，唔用誒，總是有問到必求嘅事情啊。咁又唔係吳先生，法案多。今仔嘅時間愛轉來，佢只較激天啦。誒慢慢哦，唔對較冇壓力。佢冇事情就好咧，冇事情我就放心啦。
来思路。还有绘画专班，应从同学16期。加前站小哥嘅搞好嘅花咩董板正。係啊，不過董大送，我係撈到嘅本嘢做啲獨到意見。定期出國比賽進來，過來啊！真係冇想到，以前以為你是得出國比賽，不過佢13年個人辛苦，就我身體唔好，冇辦法留健康下去。我喺自家先前嘅環境，清楚冇安全。你嚟嘅上班，本來處唔到温用。我媽嘅事情係冇可能。不過要退表，你真進步咧，應該退佢歡喜啊！錯俾你老公就好見面啦。有鳥冇？唔講咧。原來老事情講出來，冇按對唔講。你有啥講你冇解啊？潮爸嘅事情就冇講咧。啊，等下唔平安去找所在。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条蕾丝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哦。做乜嘢情緒處？你敢冇看過情侶項鏈唱一三一帶嘅？謝謝。天使先生，中意嗎？中意，當中意。嘅唱幾首中意。I know things haven't been easy, but baby, you know I'm gonna be there always. You can count on my love for you. They're trying so hard to come between it. I know in my heart I believe it. Every day we'll be proving them wrong. Oh, why must I feel this way? Can I have some sunshine today? Everywhere that I go, everything that I do, each breath that I take, wanna be with you, oh forever and more. You're all I adore. To my word I stay true. Wanna be with you. Everywhere that I go, wanna be with you.你要不要跳完岛？
咁重要。唔管人講乜嘅，我唔會去。迄個，我希望伊去接觸治療，會比到應該將來。李先生，唔可以看一下係，喺講要羅松白強用。本期有啥系列空間？哦，那有可能。唔好騙我咧，我唔會去。就算講唔可以去，人還是我老爸講清楚。你有想過無？咱鄉下的事情講起來，咱無做乜個對唔起你的事情。身邊一直都有東東西妹。我係無正經做過乜嘢啊，人應該懂清楚。聲音，當鄉書本人中嘅感覺，係底下係問題，係不改啊。哪有可能啊？哪有可能？係要啥人做啊 ？baby， 上當叫我，係在懂吃屎嘅人，要不嘅，一次得上，無聽從，根本冇辦法本人幸福。我叫人也發現，我冇辦法，我真經冇辦法按你表現一殺你。唔是有這種感覺，不過，你也真經唔對講，你做啲做乜嘅人怎麼上心來？唔好騙我咧，攞其他人強用，攞其他人強用，唔會啲我相信你嘅時間，要攞我冇聽，還有你老唔搶着，去求王必求。你的事情同必求冇關係，還有，那呀就啲呀，那呀就啲呀。記得第一排給你的事情，給他展演空間啊！記得冇？我記得，佢根本就唔係我第一擺看到，我根本就唔知我有幾愛。做啲做乜嘅？佢唔會夠上心來。原本你做到以後咧，上班人講，佢也嘅充講，需要長時間去留佢做牌，還有耐心，唔係叫咩一兩排去做啲結結咧。佢咁會一成人做唔上心來。係冇辦法保證，不過佢講，也退出嚟。佢可能會冇辦法接受。
係老人讀書樣，讀雞排，還讀幾枚過來。結果來聽呢排我都嚇死了，連呢個汽車機冇可能嘅啦。也當然講，因為唔想，既然記住來聽禮拜，可能就會做好心理準備。真愛是永遠不怕被拒絕，就像我對你一樣。好啦好啦，講這些有的沒的。好，我要去忙了。哦，拜拜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思路。你是有嘅哦。做對老人講自己的方法，也喊沒護理師哦，做係一個普通的路人。還是想去問啊，你做完綜藝過得好沒？結了看你做嘛唔歡喜？佢一下來咧，仲有一年還係會這樣。哦，你要他司機本來就係你啊！那有可能見皮點曬面咯。就算佢下一生年好誒，還係會有分開嘅時節啦。又沒千年老藥，錯嗎？我想下個半年後睇。佢都先我陪你放棄咯。我冇亂演講啦，主打最古婷婷。呀，免開出演過本。我講亞里發夢哦，在北京哦，東強哦，出個必須嘅。翻譯應聲。對我同好難自省。我爸張高生，我13年
另外一关处理所有嘅事情，我根本就唔知安样。不过我看到唔，还谈到唔那个，悄悄喺充满爱汤嘅。他长了头发，第一件事情就在一起。都冇简单，人叫下咧，唔要老眼冇睇。哪有可能啊？人哪有可能性啊？这我根本唔知啊，条事情。你叫我压张老来讲。好吧，我帮你冇睇。温柔的眼神，会心的微笑，是我最坚固的翅膀。必须。唔呀嘅，哎，真皮好嘞。你妈嘅打算咁樣留下來？愛看阿長，也唔係愛做啲幾天嘅。哎，係啫，係冇解脫。就算愛離開康復中心，你還係做啲見面啊？有信心冇？唔係啦，但我談過戀愛啊。下擺我眼定，再來。阿長，我做了青島護理1年唔應該做嘅事情，不管唔係用嘅處分，我都接受。不過，你做了乜嘅唔做嘅事情？市場公藥，濫用藥物。老騙人家，擅離職守。既然你知道你做了唔錯嘅事情，以後就做得完了，這事情就有意義啊。不過碧秋，你要記得哦，人生啊。係講做唔錯事情，一定會付出代價嘅，你要記得。等一下董事長而來，我攞佢討論一下用嘅處理。呀，我冇愛數啊，已經轉去等同地。多謝阿長。唔會。馬年前啊，佢轉嚟了。
董事长。你好，我是董事长。我问下嘛？你坐一下。哦，您坐来就好呀，唔是噶啊，坐来就好了。我让你透露一下。广东用嚟啊！廣東用嚟啦，仲嚟講前一陣。幾個鳥嚟？下啲討論。咁做乜用面相黑線啊？做係愛下先啊！係啊，嘲諷你啦。不是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风在吹，云在飘，太阳在微微笑。大树拉小树的手，叉腰，伴随着我的祈祷。海很深，山很高。你的爱很重要，那温柔的眼神，会心的微笑，是我最甜蜜的城堡。风在吹，云在飘，太阳在微微笑。大树拉小树的手，我叫玲玲，我很喜欢你最后唱的那首歌，请问它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？如果我说有，会不会感觉比较有才华？你的爱很重要，那温柔的眼神，会心的微笑，是我最甜蜜的城堡。
按师门讲来，那条高桥有乜个故事？佢用是难唔掉用嚟讲，假眼啲嘅。可能冇辦法係得完美情人，可能會失望中，但唔會放棄。在吹，云在飘，太阳在微微笑。大树拉小树的手，插秧，伴随着我的祈祷。海很宽，山很高，你的爱很重要。那温柔的眼神，会心的微笑，是我最坚固的城堡。风在吹，云在飘，太阳在微微笑。这么感动的时刻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谈一谈。谈什么啊？虽然你很凶，对我很坏，但你真的是个好女孩。所以除了谈恋爱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谈。什么啊？温柔的眼神，会心的微笑，是我最坚固的城堡。Yuki，我走，阿生你掉诶。哥哥拜拜，走去啦，拜拜。帮我拿过来哦。丽小姐吗？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辩证行为治疗，每周固定一次，那包含了心理辅导跟团体分享。拍摄，你看给我。
大家好，我叫玲玲。哎，小白，嗨，李医师，这是我们单位转接过来的病人。哎，请坐。请问今天有哪里不舒服了吗？我都会看见我老公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外面等资料。我忘记了，好像车祸以后。懂我呀哈！哎，人讲按家之前就条路呢，关进度哦。讲紧嘛该咯，哎，总比有条人啊，你上班爽久久咧，还几日本日跳哦。唔講嘛，唔錯唔錯。慢啲，唔講慢啲，唔講慢啲啊！慢啲。先摸。按叫好無？上擺唔講嘅資料，安用嘅聯絡啊。好，定係下。喂，新病人，年纪呢？症状？好 ，OK， 記下了。謝謝，拜拜。也門診有一個器質性腦病變病人哦。啲咧，捱背護，唔飛他。走得。本來是想啊，退休嘅可以跟康復中心嗰啲想法，結果實本無限都無咁大事啊。冇關係啦，要係馬以後啊。演唱會啲條牌有點鬆軟，有啲人現在冇愛去面對，但有啲人對亞地都學習，冇人係唔會做唔錯事情嘅，而冇辦法讓自家建造合乎一個世界嘅戲，故所總會衝到鬼身上。不過，但唱很向前行，就算係不一天，未會係好嘅。要看多麼，我啲聽嘅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Je t'aime，留下一個擁抱。
伫上意嘅世界做底好，偷歹嘅未来无彩。愿你后袂在意，假设未来要上彩经验，哦袂在意，嘛该喜爱你的唔係和你呀，出世都太易走，一定爱身边，也抢走的一撒来相依，你有空都无，爱伫天顶也会脚步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。出世都太易走，一定爱身边，也抢走的一撒来相依，你有空都无，爱伫天顶也会脚步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。